今日黃老師咧想用呢條片啊，教大家點樣喺15分鐘之內寫好一篇日記同埋週記。作文考試考2篇文，係嘛？一篇實用文，一篇長文。短嗰篇咧15分鐘內就要完成㗎啦，否則長嗰篇唔夠時間寫。咁日記、週記呢啲咁嘅題目，點樣喺15分鐘之內完成呢？記住第一樣好緊要嘅，格式一定要溫熟。日記格式幾月幾日、星期幾、咩天氣。凡係日記同週記咧，第一段都係抄題目㗎。譬如老師出咗題日記就係話今日你嘅老師病咗，有個代課老師嚟上堂喎，叫你寫低今日嘅經歷同埋感受。好啦，咁我哋嘅第一段就可以抄題目啦。今日我個中文老師病咗，有個代課老師嚟上堂，真是難忘的一天。咁樣就係第一段㗎啦。去到第二段開始，請你寫翻今日發生嘅事情經過咯喎。寫一段唔夠，你最多都係可以寫多一段嘅啫。日記黃老師建議最少3段。但係點都唔可以超過4段嘅，否則一定唔夠時間做。寫好經過之後，最後總結段再加翻啦今日真係乜嘢嘅一天啊！希望明天我嘅老師快啲病好翻嚟啦，快啲康復啦，係咪？總結翻個感受，再加個期盼，就係完整嘅3段啦。呢度點樣寫，點都一定夠150字嘅，只要你跟住呢個結構嘅話。好，咁週記又點樣處理呢？週記問題就比較大啲啦，因為週記嘅格式咧要求我哋頭尾要有總結，然之後中間最少要有3日㗎嘛，係嘛？3日嘅行程，所以咧週記嘅時間分佈要更加小心。週記格式又係唔好錯啦幾月幾日至幾月幾日。格式週記第一行咧係要數足7日嘅千祈唔好漏。為咗令到大家考試嘅時候唔好花時間數手指夠唔夠7日咧，我一律建議大家寫1號至7號，咁就最安全㗎啦1號至7號。好。又係同日記一樣，第一段請你抄題目，題目問你啲乜嘢，你抄落去得㗎啦譬如條題目問表哥咧，今個禮拜由內地嚟咗香港旅遊玩1個星期喎，你去咗做佢嘅小導遊，寫低呢個星期嘅經歷啦。咁你就話啦，這個星期住喺內地嘅表哥嚟香港旅遊1星期，我做咗佢嘅導遊真係難忘嘅一週啊！又係抄咗條題目佢，節省時間，唔好再慢慢諗啦。接住落嚟嘅3段，請你用1段1日嘅方式去寫，每一段咧只需要出現1日嘅活動。呢個同學都冇問題嘅，你哋都做到嘅。但係咧最困難嘅地方就係你哋永遠都唔記得寫感受，因為你哋成日都驚我唔夠時間寫，所以我要快啲去下一日。但係呢個感受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你見到我用紅色寫啦，係嘛？每一段你寫完活動之後，建議寫個感受會更加完整、更加高分。譬如你話星期一大清早，我帶表哥去咗飲茶，食咗好多點心，有蝦餃燒賣，跟住就完㗎咯喎，係咪？未完嘅加個感受，我哋食得津津有味，表哥讚不絕口，咁樣成段就完整啲啦。大約嘅長度就咁就可以㗎咯喎。寫多日，星期三我哋去咗呢個香港海洋公園玩，表哥玩咗好多機動遊戲，好刺激，我哋買咗好多紀念品，滿載而歸。加個感受係嘛？最後星期5啦，送表哥走，加個感受咯。我哋依依不捨係嘛？完整嘅一篇週記，再加埋最後一段本星期總結。呢個星期真係點樣啦？表哥嚟同你玩，你會覺得有咩感受啊？希望下次點樣呢？又係結尾感受加期盼，同日記一樣嘅結尾感受加期盼。咁樣跟住呢一個幅度，跟住呢個結構去寫咧，包保你哋10分鐘、15分鐘都一定可以寫完。前提你哋一定要背好格式，同埋一定要記得黃老師教你嘅呢個結構OK？